咩物代？一朝没波，客栈，恁客栈。飞面话，恒宇明天到咱们客栈飞面话，面话写客栈，他自己干你，干你，干你呢？Fiona，Fiona的面膜，膜，面叫出名忙噶，面叫出名，出名。忙噶，背呀背呀，草，金。干年呢 Fiona 面面馍面酒聪明忙的超进干年城外的 Fiona 小村小乡 Fiona 的面膜听面酒聪明忙的人就出去看看忙噶超进干年的 Fiona 的面酒忙应该是这个错了。忙，面酒聪明忙噶。要诉酒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探望。啦啦啦啦。